你过如不把这那么是下头子呢？马古都里去，这日子怪比这些子，日子啥子怪比，日子我自个吃啊喽。以往那路点米，马路都拉那么，那点米，马家子里那么的，我也忙哦。以往路都拉是，家子娘都家婆姨拉是，这个马路是我别嘛，比拉子那么俺路别喽。在夜市里我的，对我去嘛，那我马家子娘，女辈对我那我阿里啥子巴拉是，啥子就是呢，我啥被去舍喽。家个去过是大嘛呢？以往把家个干呢，菜比啥的拉是，以往你嘛过是大嘛被去的，如哈个嘛，过地红啊喽，也比地过吃里嘛呢，被去把家个么的，你不会比过热嘛地红啊喽，过了爱咪，以往你过，一季嘛就呢，地巴萨里吃啊喽，以往呀。贝克乌呢，下家嘛俺呀，搞花嘛都做的，菜比破一家喽，那不就是那边喽？在意我的，那我把家嘛的，一直都家呢，那我就到阿里市里，是的就个呀，所以咪就到古马里，那我的就里个啦我，年年咪那我的个啦想我，阿刘边呀，就是的那年年个啦想我。马就是的呢，一下地子就买米，肉得酱我别喽。